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。由資歷架構舉辦嘅學習體驗獎勵計劃2026咧，就要報名參加啦。去到簡介咧，大家會見到獎項每年咧會有3名嘅得獎者啦。咁每個行業都有嘅。大家見到學習活動咧就係下邊機電業啦。咁若果得獎嘅話咧，參加海外嘅活動咧，咁就會有3萬蚊嘅資助啦。咁如果參加本地嘅學習活動咧，就有1萬蚊嘅獎金嘅。咁啊落去咧，大家會見到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佢哋大會推薦嘅一啲活動啦。咁但係得獎者咧，其實都可以申報其他嘅活動咁，不過就需要經資歷架構嘅審批啦。咁面試通過完之後咧，咁啊都需要做翻相關嘅學習活動嘅。咁而申請資格，大家會見到啦，需要香港居民啦，咁需要一張叫做資歷架構嘅證書啊。之前都同大家介紹過資歷架構咧，咁其實係一個學歷嘅認證啦，一般咧嘅認受性都係會比較高嘅。對於可能揾工作或者係申報課程嘅時候咧，都有一定嘅作用。再落啲咧，大家會見到報名嘅流程啦。咁大家留意翻啦，3到5月咧係要交呢個報名表嘅。咁而第2步咧，其實係最困難啦。蔡師傅作為過往機電業嘅得獎者咧，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翻，留意翻申請指引嘅第7節啦。咁會有一啲面試嘅內容，咁同埋咧，大家可以參考翻我之前嘅影片，翻究竟面試期間會面對啲咩問題。有興趣嘅參獎者見到就快啲報名參加啦。拜拜。